喜欢你很久了。阿姨，陈峰，你要说什么？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。那为什么在机场，你又对我那个样子？那是我死里逃生之后看到你，我很激动，仅此而已。是因为香香，还是因为我不够好啊？陈峰，你很好。如果你抬起头来，看着天空，你就会发现，你的天空很大。你身边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男人，不过你没有留意而已。真的，我不是你的唯一。对不起，我不能跟你在一起。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未来。小峰，这孩子怎么哭了？这孩子啊，没事就爱哭。他不是去见安逸了吗？哎呀，你紧张什么呢？快去快去，给我。安逸拒绝你了？是我自己自作多情，他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他的想法。
你了解了安逸的想法，以后可以死心了吧？你能不能擦干眼泪，听爸爸说两句啊？嗯？安逸这次出事，让我联想到当年你妈妈出的事故。我不想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女儿身上。你不如趁这个机会啊，换份工作，换个新生活，顺便把安逸给忘掉，让爸爸放心，好吗？我不要，我不要换工作，更不可能忘记安逸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思贤，这次你在哈尔滨的事件里表现得非常出色，所以公司决定派你到上海去接手主管职务。你这么晚在厨房干什么？对不起，姐，吵醒你了。怎么啦？心情不好啊？安逸，你跟程凤把事情说开了吗？我拒绝了他。如果我没听到安琪姐说的话，我还真的会错怪你。你是真的喜欢陈峰，对吧？你在哈尔滨的那几天，陈峰多担心你啊！我永远没办法在他心里代替你。既然你那么喜欢陈峰，为什么要拒绝他呢？我担心，我未必会给他带来幸福。你曾经说过我压抑，你也没好到哪儿去啊。我看错你了。如果你没办法面对自己，我会看不起你的。
我要说的话都说完了，我先走了。